指安息及民乎一之属皆。宜绝远不在书中，其来贡献则相与报故都路总领也。赞曰：孝武之时，图之匈奴，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。PG 1300。来表河西，汴四郡开玉门，通四域，以断匈奴右臂，隔绝南羌越氏。班于师元，由是云遁，而不拿国王田。遭直闻，景玄谟养民武士，天下殷富，财力有余，是马强盛，不能补西部。代妹则见诸崖七郡，赶狗将，逐帐则开臧。科越归，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。自是之后，明珠、文甲通西，翠羽之真隐于后宫，宝烧、龙纹、鱼目、汉阙之华中于黄门，绝象、狮子、蒙犬、大阙之群食于外用。书方以戊4年而至，于是广开上领。